憑電影《尋秦記》李氏一角人氣急升嘅陳國邦，最近開咗 Threads 賬號，仲全程以李氏嘅古代人設同網民互動，所有回覆都用文言文，可見佢用心同埋深厚嘅文化底蘊。有位前電影監製話見到佢咁敬業，聯想到一段同佢嘅往事。近日喺 Threads 分享大概10年前嘅網絡電影《少女打擂台》，曾經邀請陳國邦做男主角，但角色需要除衫上擂台。陳國邦睇過大綱後婉拒演出。幾日後，佢竟然同經理人親自到監製辦公室解釋，表示早年手術身上留有明顯疤痕，擔心赤膊拍攝會影響鏡頭效果。為咗表誠意，佢甚至當場除衫展示疤痕。佢嘅坦誠同尊重專業態度令在場所有人印象深刻。該監製感慨，喺娛樂圈有唔少假面藝人，咁誠懇嘅藝人實屬罕見。有曾經同佢合作嘅幕後人員亦留言讚佢專業，毫無架子。對於呢段舊事，陳國邦用文言文回應，固然記憶猶新也，心存敬畏，以示其業。一句說話道出咗佢對演藝事業始終如一嘅熱愛。